来讲，民众党的消息，民众党主席郭文摕的太太陈培琪，因为进前伊家己讲的，讲计划伫退休后要开一间小草咖啡厅，未曾退休咧，先用后生的名义成立一间公司，唔知讲有违法的顾虑，所以引起有开人头公司的风波。伊当时呢，捌表示讲有犯意，抑阁无犯刑，且法院呢将轻量刑。即马伊态度有改变啊，今日趁伊生日的时，伫面册写讲，强调讲这是因后生家己行入银行去开户。安尼是违反什么款公务人员的服务法？正如所讲的有犯意，抑阁无犯刑，这个讲法是倒口，抑阁呢和名嘴摕来伫练。有没有人拿一张椅子来给我坐啦？无论安怎对分，郭文摕的太太陈培琪都是无想要加做解释。陈培琪生日16号这一天，并且抛出银行假金破发，金额10万空113块，佮列出11大项回应开人头公司的争议。听白讲，后生经成年是家己第2摆兼要去银行开户，和家己所学有关系公司名，请问违反倒一条法律？那陈培琪本人是参与开户进程，和后生讨论公司要叫什么名，请问违反倒一条公务人员服务法？不过这个讲法和几工前先生讲的是无共款。父母帮小孩，就出钱帮小孩子开一个公司。那郭文摕讲是父母斗3工出钱开公司，佮现陈培琪6工前破文章。当时讲开始规划开咖啡厅，原本计划8月初6试营运，不过若是等到迄个时阵才成立公司，时间地袂好，所以才先用别人的名开，引起争议了后，佮进一步讲，家己虽然有犯意，不过也未有犯罪事实，恐吓罪应该无严重。结果如今伫咧辩册顶讲，当时讲的有犯意，不过也未执行，这个讲法是口水意思。想到互面嘴讲着受罪，佮讲家己拼死想要找退休后的工课，敢讲即马是要对公务人员思想控制，含想都袂行，态度是大东西。最新发文啊，刚开始写最新。他又发文，好了，叫他不要写，我写了出。在当事人面临诉讼或是行政调查之前，他去变更他的说法，实际上我们也叫做临讼自辩。这样子的说法其实是不利于诉讼的主张，而更不容易被行政调查或者是司法调查而采信。敢有借人头开小草咖啡厅，互列作被告，不一人伊嘛按什么请陈培琪说明，倒一篇博文，这是真心话，都要请本人亲身讲详细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